灣仔係港島區發展成熟嘅社區之一，恒地旗下位於活道嘅全新單棟項目 Woodies 定位係精品式住宅，單位總數167伙，大約86% 嘅單位屬於2房同埋3房設計。今次展出嘅2個示範單位，其中22樓 A 室屬於連裝修無改動示範單位，已經附連家私，實用面積598方尺，屬於3房1套間隔。設計師透過層次豐富嘅紋理同埋工藝細節，打造高貴雅致嘅室內氛圍。單位樓層高度大約3.5米，令到空間感更加寬敞。客飯廳就長約5米，闊約2.6米。牆身採用米白木紋設計，配搭觸感柔和嘅布藝梳化同埋英倫風格嘅格紋靠墊。其中2間睡房都設有轉角窗，增加室內嘅觀景角度。主人房就屬於套房設計，以琥珀色嘅布藝牆身同簡約嘅大理石紋地板互相襯托，空間足夠擺放雙人床，另外再加白色嘅梳妝台。浴室亦設有鏡櫃，收納空間充裕。緊廚嘅櫥櫃呈 L 型，戶主下廚嘅時候亦都有足夠嘅工作空間。另一個示範單位就以22樓 F 室作為藍本，實用面積431方尺，2房戶型，屬於交樓標準示範單位。2間睡房嘅間隔都方正，採光度十足。Woodies 嘅部分高層單位預計可以瀏覽跑馬地馬場一帶嘅開揚靚景。戶主只要喺露台就可以欣賞到港島區嘅優美景致。Woodies 位於活道15號，起居環境正宗大旺，民生商鋪齊備。步行到去灣仔港鐵站只需要5至8分鐘。項目嘅預計關鍵日期係2027年嘅2月底，樓花期長約16個月。